有，拜托拜托。问题是这样子，或许从小不挑食很好养，可是这一周来一反常态，每天看到食物想吃，只想吃水果，但是不想吃的早中餐仍是可以吃得下，很想吐又吐，肚子不舒服，但是大都没有出现。请问这些症状是否和后学正在听做耳根圆通听佑坛经及金刚经有关系？如果这个生病，应该每天都会有疲倦软弱，但是后学没有疲倦软弱。各位先生，这个要恭喜这一位问问题的，因为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业障可以说都是蛮深的，而且在台北也很多天贤都有这一种建议的，他很努力这个吃的也都没有乱吃的，然后很努力的在研究这个经典，然后也很专注的回光返照，可是就会一直就是遇到一直呕吐的现象，滴滴吐，然后他这个看医生，医生都找不到症状了。然后我说我们修道出来的问题医生是没办法的，我们自己要了解。然后我跟他讲说你这个是非常那个殊胜的一个现象呈现。那个一般当这个比丘比丘尼都大概要10几年以后才会有那一种呕吐的现象产生。那个是把所有的我们那个佛系里面的那个误会全部都吐出来了。所以那个需要很努力的修，而且要10几年。我说你都还没才多久的时间怎么这个现象呈现？他说阿尼我都很紧张遇到这种现象很紧张那也必然呢都是真真切切的在这个修持在生活都没有乱吃没有别的事那就只有这样。那我跟他讲说非常恭喜，这个把你的那个那个佛系的误会整个都吐掉。那个是要10几年那个和尚尼姑10几年努力的功才做得到的。你竟没有几年的时间就可以做到非常殊胜所以那个不用怕那个是好事。那一种情景之下也找医生，医生也没办法了。你放松心情不想吃的话就不要吃然后呢渴的话喝一点开水，这样了解吗？我们很努力可能也都会遇到了遇到绝对是好事，不过也不用强求，这个也强求不来了能够有那一种情形出现绝对是好事。咱才半年尔呢，迄拢都要足久的时间才会嘞可见他很努力在做，才有这个现象呈现这样了解吗？我们先知道比较好遇到的时候就不会紧张了。还有吗？刘老师好。好。你一直想到问题那个刘老师刚才讲到，那就是现在那个实行存在的问题大家见点见识莫错于此那从正式的经典中有没有可以给我们？好，请坐。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当这个国民嘛我们也都是很奉公守法。那我们要了解到
那个所有的一些法官，他在判那个死刑的时候啊，一定是非常慎重的，因为他那个一判下去啊，就是杀人，没有的戏那为什么他会判他死刑呢？就是他所有的行为啊，已经不容许在我们群居里面存在。假如说让它存在的话，那善良的人就倒霉了。所以他要经过那个三审三线，经过3个阶段3个阶段竟然3个都判死刑的话，那一定呢他罪无可犯，就是不能逃避一定要执行，让他呢跟这个善良的这个人民隔开，这样呢社会才有公义你不能说我不执行死刑，死刑是杀人，不是那个意思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众人说你应该死，那个是众人判你的，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整个社会那个叫做共识。不然那些受害的家属他的心里要怎么样？是不是很不平？他心里面一定平社会没有公义。然后假如说我们生活在一种社会没有公义的情形之下，那整个社会会混乱，已经乱来了。反正再怎么做都不会被判死刑。是不是会越来越恶？我杀一个人也这样，我杀10个人也这样，对不对？那越来就越不像一个社会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一定有它背后的原因存在。那个背后的原因就是你事先你都不遵守，社会公义你都不遵守，你危害到善良百姓，做出那一些呢，那个人神共愤。那一些举措出来，那个那么多省都判死刑，那个执行是应该的我们不能说用妇人之仁来看因为他先接受我凡尘王法的制裁，到地府还要接受地府的制裁，不是光一个这个凡尘这个是多的，然后到地府去你有什么罪过还要再去接受那个地府的制裁，那个才是真正的苦的地方所在。那我们在凡尘可以说那个一枪杀没有什么苦啦，猛那个戏剧有什么苦？你那边我们所有那个纳税的钱要去养它，你愿不愿意？不愿意你企业拍了怎么会愿意？不愿意。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社会有公义有那个义理存在我们要维护真正的做不好的大家都知道不可以受到国家法律制裁应该，不是这个是真理吗？他说都不执行的话，那我们整个人民这个心就很没有那一种指望最后这个怕拢赶快你那的最后就变成这样了那整个都不行了，伦理道德沦陷了。所以那个我们要了解到大家说应该是大家杀他的，不是1、2个人杀他的。所以我们要维护那个整个社会的那个公理那个正义一定要维护。好，超过时间了呢。各位讲师、各位坛师、各位见证，大家好。谢三道天使的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获学机会学讲。我们呢又接着讲永嘉大师呢正道歌。我
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哪个地方？讲到生阳处日寿者将为在知道。神法财对不对？对。神法财昧功德，是不是这边？对。找到了没？找到了。哦，那个神法财，我们呢上个礼拜有讲，我们呢性分之中呢有七法财，我们有这七法财啊，就是最富有。各位都还记得吗？记不记得？记得啊，要不要背背看？哦，不错哦，都还有印象。第一个呢就是闻，闻啊，因为我们能够听到最上乘佛法，使我们有成佛的那个机会啊，这个是非常的难得。所以这个七法财啊，在佛学字典里面没有，找不到这个七法财，是要到大乘佛法里面的才有提到这个七法财。所以我们呢，这个性分之中的那个财产，我们有七法财啊，是最富有。第一个就是闻，听到上乘佛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信，相信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这个相信我们一般都用到外面相信外面，那很少用到我们里面来。那这个呢，就是要相信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要相信他就是佛，所以我们都跟佛在一起，要相信。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戒，戒可以防非止恶，那个是非的非可以防止非，然后呢恶都饿死他，不会呢作恶。防非止恶，所以那个戒很重要，因为有防非止恶才可以使我们的那个佛性光明。所以第三个就是戒，第四个就是从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产生的定，那个定力所以这个定力很重要。我们在凡尘学那个禅坐的定那个很快被现象破坏。那我们从佛性发挥的定那个很笃定，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可以就是这个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然后呢，泰山崩于前，刀具加以后，不动声色，那个定就是很笃定，所以不容易这个是从佛性出来。只要我们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就会有那个定会产生。我们有这个定了以后来处理凡尘的事情那个轻重缓急我们都能够分辨很清楚，就会处理得很圆满。所以这个定很重要。然后有了具备了上面这一些条件就是要精进，精进使我们成就。我们在这个凡尘凡尘事都要精进才能够成就。那么何况呢是圣事，一定呢更要精进。那我们有精进了以后接着下来就是要舍。舍就是布施就是把我们所有的都能够放舍。不呢执着，不呢局限在我们这个身上。一放舍以后我们这个性分就很宽广，可以尽虚空遍法界，所以就是要舍。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要惭愧，这个惭愧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凡尘假如修得很好，修得很好，我们那个内心深处不知不觉就会骄傲。各位有没有感觉？
我们知道的多，领悟的多，我们不知不觉就会觉得高人一等，就会骄傲产生了。那我们有惭愧那个骄傲那就不会出现。要惭愧，我们现在还是众生，还没有成佛。假如说我们已经到达佛的程度，我们要惭愧，因为众生都还没有度尽，所以呢要有惭愧的心，骄傲就不会升起。不会骄傲，我们不会造业。骄傲的就是造业。或者讲说，这一生之中很多福报的人他都会骄傲。那么骄傲他造的业，就是准备那个下一生呢，要天上飞很高，看得很高，所以他也飞得很高。越大的骄傲越出生那个火鸟，它飞过大海，飞过很远的地方。我们要用望远镜来看。那假如说小骄傲的话，切骄啊，那就是很容易看到。我们这个在生活之中多多少少都会有骄傲。各位有没有骄傲很坦白，有就是有啦。假如说我们当人都没有骄傲的心那就不是人了。都会有骄傲，只是我们要能够去降服它。降服我们的骄傲。要了解说当人人生难得，很不容易。那我们既然有得到人的身体了，又遇到上天大开普度，得到了我们要努力的来修持，让我们真的能够成就。然后周遭的亲朋好友，我们也都他引进，都能够成仙做佛。这样就是一个最理想的这个世界。我们真的把这个佛世界变成莲花堂，整个都是佛世界了。自古以来所有的这一些圣贤切佛都希望能够世界大同。那世界大同要从我们的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做起。那影响到所有周遭的人，整个心都发挥，真心都发挥。那这个样子的话，就可以世界大同。我们那个道的宗旨也就是希望能够世界大同。那从我们本身起就是不是光喊口号，是实际的来做的。所以这个神法财就是从前面那个用那个生灭的心在修道，那会省掉我们的法财。所以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并没有很明显的说我们是用生灭心在修呢，还是用不生不灭的心在修。我们不研究性理心法的时候可以说非常朦胧，不很明显的分清界限。各位现在可以分清了吗？有没有信心的对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跟生灭的心我们要分得很清楚。只要是我们的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那个六识就是心那个心就是生灭心。我们说识心，认识的心因为我们生活时候都是用这一种心在生活，所以都是生灭心。用生灭心来修道，修不成道。所以有的修了好几生好几世都修不成。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找到不生不灭的心来修，用生灭心修了，所以修不成道。各位了解意思了所以我们要找到不生不灭的心来修道。不生不灭的心或者都一直讲跟我们生灭的心合在一起。我们认识生灭不认识不生不灭。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只要有空闲，我们就做万念放下，然后一念不生。那万念放下，不要有念头，这一个时候保持那一个觉性。
那个觉性啊，我们把它保持，那个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所以成佛就是这个在成的。这个啊，我们认识了就已经啊，佛出生了。那出生以后啊，我们3年啊如朴，3年的抚养，然后慢慢长大了。长大了以后啊，他会发出般若妙智慧。那般若妙智慧有了，我们呢透彻的认识真理。那个时候啊，完全都这个非常了解，到那个状态之下，可以说都非常了解。所以在开始做的时候啊，会有一点点比较困难。我们很多前都做了说，万年放下以后啊，他就睡着了。因为我们在生活之中有时候都是硬撑的啦。本来这个身体都已经超过负荷了，可是因为这个要赚钱都硬撑。那真的我们做功夫的时候啊，那个万年放下，那个硬撑的状态都消失了，所以那个身体的疲累啊，都整个呈现，所以就睡着了。那一种万年放下的睡着啊，恢复精神最快。因为我们平常睡觉的时候啊，都没有万年放下。各位在睡觉有没有万年放下？都一直在思索，然后才睡着，对不对？隔天起床这个头还痛。所以或许在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啊，就试验过这个问题要睡觉的时候啊，万年放下，什么念头都不能有。明天起来那个头脑很清醒，很舒服啊。那假如说或者又换了一个时间，然后又试验，今天晚上一直想，能够想到什么就想，问题一直想，然后一直想到后来睡着了啦。那明天早上一醒过来啊，那个头啊，一个就2个大，很胀很痛。所以各位前贤，假如说要这个每天的生活啊都过得非常如意的话，那你就在睡觉的时候就告诉自己万年放下，万年放下还不容易睡着了，再一个动作不能动，就容易睡着了。那假如说心念再多从头一直开始放，把头的力道放到枕头，然后呢开始下来就肩膀放到床铺，然后呢就整个胸部，然后一直往下一直放，把那个力道全部放掉，都没有力道，连要转身也没有力道，就睡着了啦。最好的是睡着方法就是这样，明天起来很舒服，那个血液啊都畅通非常舒服，脑袋瓜很轻，不容易啊年老的时候中风了。可是我们就是不肯让脑袋瓜这个清闲，都会有意念产生所以我们修道了以后要了解说，起心动念就是无明，起心动念就是不觉。从觉性发挥的不觉，让我们很多烦恼。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不觉去掉，都时时刻刻保持觉。能够呢觉久就变觉者，觉者就是佛了。这样懂意思吗？我们本身就是我们就是佛了所以以后我们在做事，在起心动念就要想我是佛。那很多佛不能做的事我们也不要做。佛会不会害人？不会。会不会骂人？不会。那我们就要学因为以佛自诩的话，我们就很快会达到
那一种真正的进入那个真理的领域。那我们一进入跟真的没有两样的，就是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所起的念头都是凡尘事，它都是这个计较，它都是对待。这一些呢，我们都要看得透彻。看得透彻以后就觉得这个都不必要的，完成的事不必要那么投入。投入以后我们沾了很多尘垢，沾了很多尘垢以后我们就要接受那个果报，所以我们会省掉我们法财，省法财，昧功德，因为走入凡尘我们那个兴奋之功德，那个功德完全没有，所以六祖就讲，见性是功，平等的是德。我们只要见到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就是功了。那德呢，就是需要我们平等，心还要平等。所以我们为什么德性没有，就是因为没有平等那个心，平等性没有。人与人之间呢，我们有分别心，你物之间物与物之间，我们都有分别心。所以不平等，德性呢才没有培养。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培养甚至连我们的那个下一辈，就儿子女儿那个孙女那个晚辈我们要了解说，他的身体虽然是说这个父母亲生下来，可是他的佛性我们没办法生的。我们生的是身体所以我们要养，然后要教，教养都要，才能够让他在社会立足。然后他的佛性跟我们的佛性是一样，所以我们看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平等，容不容易？我们把晚辈跟我们看成是平等，容不容易？不容易我们看那个有钱人跟有社会地位的人我们会不会把他看成比我们低？会不会？我们普遍的现象都把这一些看得很高了，所以又是不平等。那我们要了解到他的那个外表形象是比我们高没错，可是他的佛性跟我们都是一样，没有两样，所以一定要平等对待。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越接近仙佛菩萨因为佛菩萨没有分别心，那我们的分别心太浓厚太浓厚的分别心使我们的做法不一样。我们的所有行为都从念头出来，那念头有分别了，我们行为有没有分别？自然而然一定有分别。一定有喜欢讨厌有取舍的心，只要是取舍的心都是造业。我们行善是善业，以后得到福报了。那做不对恶业，都一定有业。所以我们呢，进入我们不生不灭佛性，从佛性呢直接生发，直接生发。第一个叫做直心。那直心跟真如是相应，所以我们用直心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这样不会造业可是我们就是不肯用，因为直心来对待万事万物容易吃亏。那我们都很聪明，学得很聪明，不愿意吃亏啦，所以直心不用，很快就转念，我们变了心意识。所以各位贤贤，我们要把心意识了解透彻。释迦牟尼佛讲说，不要用心意识修道。心呢，就是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的那个叫心。是因缘际会，缘际假如说没有根没有尘，
根尘没有相对啊，我们没有心啊。根尘相对，我们才产生。那有时候的这个六尘啊，它变化无常，很快变化，我们的心就跟着很快变化。所以那一种啊心啊，我们不要拿来用，不要用心修道，懂这个意思吗？这样分别得出来吗？释迦牟尼佛讲说心则忌，我们忌讳了，很多朋友在一起忌讳了那个忌呀，记忆，很多呢一眼记在一起，才呈现了心呐。这个心不确定，然后忆呀，忆呢就是回忆，我们有经过有学过，以前呢这个处理过的事，然后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叫忆，一样是因缘际会，那个缘际啊，则生缘散就灭了，所以呢，那个忆则意义，回忆的意思啊，然后那个事，心意事那个事啊，事则现之意，显现让我们知道。要显现要有因缘机会才会显现，所以显现让我们知道也是因缘机会的东西，所以三个啊都是虚幻不实在的，这样了解吗？我们对这个心意识透彻了解了，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显现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去处理，让我们很亲切的在一起。那个叫事，心意识的事，然后心啊，就是根尘相对，我们的六根对着六尘，六根六尘知道吗？知道。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个。六尘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呢，六根六尘。根尘相对，然后才产生。根尘不相对啊，它不会产生。所以根尘不相对啊，各位，我们心在哪里？根尘不相对的时候，我们心在哪里？就找不到，对不对？所以我们呢，有时候会讲说即心即佛，即心即佛啊，就是心意识都不要。放下，没有心意识，没有根尘相对，没有因缘际会，然后它常存常住，永远在。就是我们把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一个觉性啊，那一个啊，就是我们的真心。我们用这个真心，这个即心即佛，就是这个真心，这样懂了吗？懂不懂？不会很深了很清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拼除那一些因缘际会的那个心那个不要，那个呢一直变化，一直变化，我们心呢跟着一直变化，所以不要用那个心。然后我们那个觉性的心它就是我们用的。我们有用的时候给我们用；我们没有用的时候它还在常存，都永远在。所以我们这一个即心即佛，就讲这个。这个心就是佛。讲它是心可以，讲它是佛也可以，因为佛就是这个在做，是一个成佛的所以我们要成佛，一定要能够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然后体会那个觉。那一个觉啊，我们有体会它在，我们不体会它也在，我们用的时候它在，我们不用的时候它也在。所以呢，就是要用这个，这个即心即佛，了解到讲到佛是比较亲切，讲到心佛亲切，然后讲到道好像比较宽广，比较外面。然后我们要知道。那个道讲道的时候就整个都是真心所以我们那个真心它叫如来藏，如来
含藏万事万物，万物啊都含藏在我们那个真心之中。我们的真心含藏整个三河大地，我们的真心含藏所有一切啦。所以才讲虚空无相。我们的佛性啊，虚空没有形象，不拒绝诸相发挥。所以我们佛性呢，本来没有形象，可是有万象啊，要生花的时候，我们佛性都不会拒绝，让它自然生花。这样呢，我们就了解我们的佛性啊，有多么的宽广，有多么的奥妙。所以各位没有研究心理心法，不会了解说三河大地就是我们的真心呈现。我们会分别心啊，三河大地是三河大地，我是我，对不对？我们一般都这样啊。我们研究心理心法以后，了解说怎么形成三河大地，是我们在我们了解的无极理天，然后我们一念妄动，一念妄动以后那个时候还属于无极状态。无极就是没有，什么都没有，无到极点，什么都没有。然后无极生太极，太极就生两仪，两仪就生四象，四象呢生八卦，八八相中相凑64，才这样整个气数形成才有这个天地。那我们了解是因为我们一念有一个念头。在无极之中一个念头，然后产生，说一念无明生三系，因为一念起就是我们升起一念，这个时候就有三个很微细的在佛性的本体里面，一个呢就是业相，念头就是业，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在凡尘生念头、起心动念，就叫造业。所以我们要修到回到本来，就要把念头放下，不要起心动念。因为生念头才落入凡尘，要回去一定要把念头放下，不要有念头。不要有念头的时候叫正念，正确的我们念头叫做无念。所以正念的时候已经回到佛性本体，已经回来了。所以要没有念头，然后我们一念就有业相，然后有转相，然后有现象。所以一念无明生三系，三个很微细的，还没有形象只是在性温之中，它已经有业，然后有转，就会现象。三个已经形成在我们那个性分佛性之中。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第一个念头就是业，第二个转向，把我们本来的那个般若妙智慧转成我们能见之见。我们能见各位同学，我们很喜欢我能见，它就有我所见，对不对？它本来能见跟所见，它是合在一起一体的。可是因为我们一念妄动以后它就转成能见跟所见，然后我们所见因为在性温之中，那个时候什么形象也没有你坚持一定要看。各位先生，我们瞪眼来看虚空，会出现什么现象？空中有花就见空法。所以一念无明